喺17世紀嘅某一日，呢位後生科學家艾薩克·牛頓正坐喺一棵樹下休息，享受寧靜嘅時光。佢本來只係想靜靜地睇書，但係一個蘋果徹底改變咗佢嘅生活，甚至改變咗成個世界。據講，當呢個蘋果跌落嚟嘅時候，牛頓開始諗緊一個問題：點解呢個蘋果會向住地下跌，而唔係向上飛呢？正正係呢個簡單嘅問題，令到佢發明咗萬有引力嘅存在，亦都奠定咗經典力學嘅基石。呢個故事真係傳說，我真係發現咗物體嘅運動規律，並最後提出咗三大運動定律。咁牛頓嘅呢三大定律到底係乜嘢？佢哋又係點樣影響我哋嘅日常生活呢？下面就等我哋一齊嚟探索啦。首先，我哋嚟睇下牛頓嘅第一定律，又叫做慣性定律。呢度有一個排球，當我哋將佢靜止咁放喺地下嗰陣，呢個波會保持靜止，直到有力量令佢移動。睇下，呢個排球唔會自己移動，因為佢而家冇受到外力。當我哋俾佢一個推力嘅時候，個排球就會開始移動。但係點解佢最後停低咗呢？呢個係因為地面上嘅摩擦力俾咗個排球一個反方向嘅外力，令佢停低咗。所以牛頓第一定律嘅關鍵係乜嘢呢？除非有外力出現，否則物體會保持佢嘅狀態。跟住我哋一齊嚟睇下牛頓第二定律，佢講明咗力同加速度之間嘅關係。呢度有一個排球同一個籃球，個排球嘅重量大概係籃球嘅一半。我哋用相同嘅力推動排球同籃球，一齊睇下佢哋嘅移動速度。你會發現排球轉得好快，但籃球就轉得好慢。牛頓第二定律話俾我哋知，當我哋施加相同嘅力嘅時候，好似排球呢類質量或者重量細嘅物體會加速得較快，而好似籃球呢類質量或者重量大嘅物體，加速就會相對較慢。反轉嚟講，如果想令籃球好似排球咁嘅加速度，就需要施加更大嘅力啦。最後，我哋嚟睇下牛頓第三定律，又叫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定律。當左邊嘅同學推向右邊嘅同學嗰陣時，右邊嘅同學都向左邊嘅同學推咗一個大小相同但方向相反嘅力量，所以佢哋兩個都分別向後移動咗。所以每次有一個作用力嘅時候，一定會有一個方向相反、大小相等嘅反作用力。呢個就係點解火箭能夠飛上太空，因為佢向下噴出燃料，地球就俾咗佢一個向上嘅反推力。呢個就係牛頓第三定律。喺日常生活入面，我哋隨處可見牛頓定律嘅應用。好似打排球嗰陣，我哋會用力打向靜止嘅排球，令佢移動。呢個就係牛頓嘅第一定律。仲有，當你踢足球嘅時候，個球嘅加速度取決於你隻腳嘅力量同埋個球嘅質量。呢個就係牛頓第二定律。最後，當你跳繩嘅時候，跳躍嘅力越大，你會覺得越痛。呢個就係因為跳躍嘅力反震到你腳底嘅感覺。呢個就係牛頓第三定律入面嘅作用力同反作用力。其實喺日常生活入面，仲有更多應用咗牛頓定律嘅地方，例如汽車超速造成嘅交通意外，就係牛頓第二同第三定律嘅例子。只要我哋細心觀察，就會發現更多例子。到咗問題時間，牛頓第一定律嘅另一個名稱係乜嘢？ A. 慣性定律 B. 引力定律 C. 動能定律。如果同學知道答案，可以掃描影片右下方嘅 QR Code 回答問題，並且喺 V 學園小冊子第18頁第52格入邊寫低答案，就可以獲得 V 學園小冊子蓋印一個。請大家踴躍參與。